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郭強先生。今日也講下我哋來做無共用嘅運動叫太極嘅彈力帶。今日同我哋講下嘅運動嘅有瑞文老師。好，大家嚟看到我嘅手上有個彈力帶哦，哈，有3條。好，一個彈力帶呢，哈，有分嗰度顏色，有黃嘅、紅嘅、個橙嘅，各有其他嘅顏色哈。一個算最強嘅，一個普通嘅，佢強調我哋各有年紀嘅人來講嘅話哈，可以選一個又可以哈。今日呢，我哋本瑞文老師最強嘅，謝謝。好，我哋來做一個太陽，我哋用一個綠色哈，綠色來做。好，一個運動呢，按照用彈力帶呢，因為而家彈力帶呢，有一個綁束也可以綁上來，安尼綁，又可以縮上來，而家個彈性又冇走去，你要強嘅話，你安尼個短時個強，如果軟一些的話，你拿開來個軟一些，安尼可以嘛？而家個彈力帶有安尼好處，可以綁啊。你可以嚟綁，所以一個可以去運動行去買到一種嘅哈。今日我哋嚟介紹呢，如果一個彈力帶嘅太極，利用一個來做太極嘅動作，來做太極一個基本嘅動作。嚟做體式，嚟做呼吸。太極呢，最重要，你練一個氣頭，一氣。對肚子上8分飽就好誒，莫貼飽吸對屁股嚟吸嘅一個肚子上丹田的地方，一肚臍呢3個豎指頭，3個豎指頭，嗰底部3個豎指頭，底部都唱歌嘅地方，都丹田的地方安尼吸肚子上呢莫貼飽哦，像食飯樣嘅半飽就好，那個8分飽就好誒用嘴巴輕輕的呼出來，呼，這樣子你又利用一個彈力帶呢，來練一個氣頭，練一個氣然後呢，就同你可以一個鏡頭呢好，同一些的，對一個鏡頭同一樹呢，拿頓來，到時候一樣呢，氣呢，也馬上用打開了與肩同寬，打正與肩同寬，微微蹲下，蹲下來，一隻頭呢，唔是都超過一個腳尖啦，都蹲下來，一個手呢，打開來，合上來，順便的練一個肌力安尼開始開始哦，好來開始哦，吸。用嘴巴吸到肚子，停下，注一個氣，然後吐，用嘴巴吐，慢慢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吐，吸，吐，不用強鬆來再來吸，肚子上丹田地方8分飽就好，點一下再吐，慢慢吐，再做一下吸，吐，再一下吸，吐，再變下來，一個呢可以練氣頭呢，也可以練一個肌力一個方面兩上好
还有很多的太极的哈导纳那个呼吸法哈。再来呢，做一个动作呢，啊，等一个弹力带呢，表演师傅带下一些，啊，坐凳的可以用哈一个地方，坐凳来了哈，坐凳来，一个呢练一个啊深蹲的动作哈，一个数拿蹲来哈，标蹲来，下去几下呢，放上去，啊，放上去，按一下。两下，好，那么同样练膝头啊哈，吸，2，吸，2，吸，好，练几下哈，再来哦。蹲下来哈，手绑上去，绑上去再变下来，啊，要有一个弹力带绑住哈，你按你过好训练了哈，再来一下，好，还能来啊哈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吸，好了，再来啊。好，还有呢，展背深蹲的动作哈，再来做一个太极拳，各位做斜挥哈，左右斜挥的动作啊哈。好，一个手呢，砍一砍，砍上来，好，被固定住表演也会哈。一只手呢，手掌呢，用按来，好，用来，绑蹲来哈。脚呢，向恰恰一扑，啊，向恰恰一扑呢，由左手片呢到右手片绑上来，好，再下来，好，再来一下，吸，2，好，吸，2。好，再来啊，吸，好，转叶位，转树木，树转水，再下来，好，树木是筒哈，树木是筒，叶位筒，转身转到侧片来，好，弯一片，好了，弯一片啊，要个右手的固定住的哈，固定好了，再来一下，好，再来啊。转叶位哈，转过来，吸，2，好，再来啊，吸，2，转用叶位来转，树木是筒哈，好，别绑，现在固定住，绑一个弹力带，好，调一下膝头，好来，5，好，再来一下，吸。好嘞，好，也落很多左右斜挥，利用弹力带来做一个事情哈。然后来再来做一个哈双击的动作哈，侧弯，一拿上来哈，一绑下来，一只手呢松下来，右手松下来，左手绑右手，绑个下半面，啊，绑个下半面，好，短一些都绑个多一些哈，安尼，好，再拿上来，再。左片弯边，好来，2，吸，2，吸，2，好，要手要表个呀，下半面哦，好，一只手左手呢松下来，肩头松下来，绑蹲了，好，再来绑一下，好。亚罗安的双击侧面的那个弯举哈，好，再来做一下哈，弓箭步的后仰的动作，绑短些，来哈，弓箭步靠上来，啊，拿上来往下半面，好，再弯脚，
好，再来哦。2、3，好，4，看起树呢，不用下半米。好，再来一下。好，再来啊。4，好，再来一下，最后一下。好，不用单个方往下半米，身体仰上去，出来。好，再来从大家介绍一个大鹏飞翔哈。大鹏飞翔，那个大鹏飞翔呢，首先呢，应该不用短短的一些哈，短一些，那个全鼓下来，好鼓下来，唱上去，唱上去哈，侧右片，慢慢的侧，慢慢的侧，慢慢的侧，侧到没办法侧的时候呢哈，转上来，转上来，好顶一砍，头前顶一砍，顶到左片来，接下来哈，顶到没办法顶的时候哈，一路呢侧一片，好侧上来哦，再上来，好再来一次啊哈，好，好平平哦，好不用转来，好再上来，啊左片嘛同样啊哈，侧左片，侧到没办法侧的时候。不用上来，平上来，平平，平平，哦，平平哦，好，在右片底下呢，侧上来，好，上来，按一片，好，也按照大鹏飞翔，第二个呢，对太极拳呢来作为一个弹力带的应用，啊，有嗰度可以训练的地方，啊，大家呢来看下。来做一个太极一个动作呢，免疫来做一下，免疫做一下哈，也对大家的身体有帮助。咁样个多谢大家来看下来做一个弹力带太极拳式的弹力带，啊，多谢咁样运动到此为止，好，下班再来聊。